第9場賽事，寶馬香港打比大賽隨時起步準備。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呢，魔高一丈嘅慢插啊！前面快嘅馬有呢隻明月千里嘅，內欄小米洲啦，中間東方快車上咗去，喺外邊63仲係有德威啊！內欄位置仲係海船生輝啦，中間粉紅衫首飾太陽啊！最出灰馬仲係綠色勁區啊！馬林中間呢，軍勇戰神出邊白衫勁精神啊！尾5內欄呢就魔高一丈啊！尾4威利加道啊！後邊3隻嘉應之友、喜蓮掌聲同埋出邊嘅代代為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4米嘅段處啦，咁啊中間位置綠色勁區快啦，外邊勁精神亦都走埋上去，跟住個第3位咁啊有東方快車啦，第4位外邊就有德威啦，搏住個第5啦，黃衫呢就係呢隻明月千里啊，再內欄位置仲有小米洲，出邊軍勇戰神，中間粉紅衫首飾太陽，再後邊仲有海船生輝代代為王啊，尾4位置威利加道啊，尾3魔高一丈，響外邊呢仲有尾子就係嘉應之友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過埋1000先，前面勁精神放有德威第2位，內欄第3咪綠色勁區啦，東方快車冇一條欄又要出咗去第4位，慢慢上啲啦，中間仆住個第5啦，明月千里啊，再外邊軍勇戰神內欄第6位呢，仲有小米洲，中間粉紅衫首飾太陽啊，響外邊位置呢就係代代為王啦，後多少威利加道呢，紅衫嗰隻尾衫啊執緊噶啦，響佢外邊粉紅衫嘉應之友，後邊2隻魔高一丈揈到最出呢就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，好啦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係呢隻有德威出咗嚟先，東方快車拍住佢，接內欄海船生輝，內欄魔高一丈揾緊位，外邊打衝鋒仲有明月千里，最出嗰邊呢仲係喜蓮掌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明月千里響中間鬥緊埋邊海船生輝，再外邊仲係喜蓮掌聲，中檔位置就係代代為王，最後50米啦，明月千里壓住海船生輝，兩個咪拋咧咗，明月千里贏打比，第2名就係海船生輝啊，第3名呢有冇機會係嗰隻後上嘅威利加道呢？咁啊結果呢隻明月千里守住一個相當靚嘅位置。2搭第5位，直路上面出頭，內欄都慳咗好多位嘅，都好被動，就係嗰隻海船生輝，兩匹馬大魔馬房啊嘛，鬥足半條直路，終點前明月千里鬥贏咗海船生輝第2，威利加道第3，代代為王有冇機會第4啊？